樓上漏水告到小額錢債審裁處，千祈唔好，你入錯法庭啦，分分鐘告完都仲會繼續漏水㗎。好多業主以為漏水就去小額錢債審裁處，但係小額有兩個致命嘅缺點。第一，索償上限只係得75000蚊。第二，最重要嘅係小額錢債審裁處係冇權發出強制維修令㗎。就算你勝訴攞返嗰少少錢，樓上依然可以唔整，你屋企咪繼續漏水咯。真正可以逼樓上維修嘅係土地審裁處。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45條同埋附表10，土審係可以頒布強制維修令嘅，命令樓上喺指定嘅時間內完成維修。如果你喺勝訴之後，對方仲係唔執法，隨時係會構成藐視法庭㗎。想知道入稟審裁處嘅流程？即刻點擊下面嘅鏈接睇我完整嘅影片啦！